高粱是客家地区客家的主体。客家区农会总干事李小军表示，今年因为气候节气的影响，客家的面积减少，分交南大约有736公顷，而且目前正进入采收期，因此农会选伫7月19，要伫客家来举办第3届高粱产业文化节的活动。今年是阮客家区农会办理高粱节第3档哦。今年种的面积虽然较少，毋过陆陆续产量一定咧开始咧招吼。应该嘛早种的嘛拢袂歹吼。为着提高农友的收益吼，阮来鼓励民众来种这个高粱。阮家己农会嘛有在发咱高粱的种子吼。所以希望高粱这个产业会当永续经营哦。所以阮来办这个高粱节。客家地区的高粱依照酒厂的需求，不但品质有产销的履历，而且还佫经过安全的用药，甲着质朴快筛检验的管控，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。活动当中，除了有免费的高粱酒来品尝，另外还佫有高粱的纸板手作 DIY 的活动。高粱纸板的 DIY 哦，加咱迄个高粱的泡芙哦，毋过迄拢爱先来排队。若买阮的产品超过500块，就有送一粒高粱泡芙，大家享用哦。今年阮客家农会有一个新的产品，就是阮红葱酥哦。因为阮客家除了推广高粱以外，推广番麦以外，嘛有推广红葱头哦。今年阮7月19的高粱节，红葱头系列产品全系列打9折哦。希望咱各位民众来阮客家参观阮的高粱节，试啉高粱酒毋过若啉落袂使开车来买阮的红葱系列的物件，嘛来看高粱的产物哦，已经拄要收成真水希望大家当来咱观赏。活动当天对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，现场农会专区的产品有一鼓作气的高粱酒。乌豆的饮油、豆油，甲着红葱系列等农特产品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体验，认识高粱的产业甲着文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